運輸及物流局建議調整電動私家車牌費計算方法，由車嘅淨重量改為以馬力高低分為5級收費，分3年推行。消息話會加到相等於汽油車牌費嘅大約70%。下星期5會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由鄧永琳報導。而家電動車牌費係以車嘅淨重量計算，頭1噸每年牌費572蚊，每多250公斤就要多俾124蚊。運輸及物流局數據，電動私家車每年牌費平均大約1100蚊，比起燃油私家車嘅平均7500蚊，差距達到6倍。局方話，電動車嘅電池重量同埋體積越嚟越輕巧，淨重相若，性能不斷提升。以淨重計算牌費未必反映電動私家車嘅價值，建議改以排保上高嘅壓定功率，即係車嘅馬力計算牌費。經諮詢環境及生態局同埋運輸署，計劃參照而家燃油私家車做法，將電動車牌費分5級制，分3年增加收費，水平會維持低於燃油私家車，以持續鼓勵市民轉用電動車。消息指最終會調整去到汽油車牌費嘅大約70%。就唔好加太多啦，因為而家經濟都唔係話太好，係嘛？咁你想鼓勵啲人多啲用電動車啊嘛，就唔好加咁多就最好啦。抵玩咯，咪先用電車啊嘛，好多嘢都慳咗好多，牌費都慳翻，加70%點樣都係慳啦，點樣都係慳過油車啊，2000零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運輸及物流局話，今次嘅建議同新加坡、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做法類似，認為係同其他地方接軌，將會聽取各界嘅意見。Now TV 記者鄧永琳報導。香港汽車會話，電動車牌費逐年增加，或者係會減低車主換電動車嘅意欲。有環保團體就認為，新嘅計算方法更加能夠反映用者自負原則。由鄧永琳報導。根據政府數據，本港電動車有114000架，佔所有車嘅大約1/2。過去3年首次登記嘅私家車數目，電動私家車都超越咗汽油車。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認為，馬力越大嘅電動車用電量亦都越大，改以車嘅馬力計算牌費係比較公平同埋合適，預計有機會減慢市民換電動車嘅意欲。譬如有好多朋友而家仲係揸住一架好靚嘅燃油車，佢就未必咁快脆去一換一架車啦。咁因為你最主要去到2035年咧，就唔准新嘅燃油車入啫。你冇話我哋而家嘅燃油車去到一個死期，咁變咗，如果嗰個唔合理性嘅牌費加得太貴嘅時間咧，有機會好多人就將而家嘅燃油車用多啲時間先咯，用到佢真係唔行得啦，我先至去一換一咯。有環保團體認為，更改而家計算牌費嘅方法，更加符合用者自負嘅原則。咁如果你仲係用個重量計，咪即係嗰個用者咪俾少咗好多牌費咯。咁對嗰個用者自負喺嗰個譬如話耗電量啊、污染情況就唔係如實反映啊。電動車咧，都係比起油車嗰個牌費都係少一橛嘅，油車個牌費係相對係好高嘅。雖則嗰個推動市民由油車轉電動車係好似有少少唔係好大嘅推動力誘因，但係都係唔係話絕對係將個誘因係全部係即係化解晒，仍然個誘因仲喺度。劉志峰認為政府應該更廣泛鋪設充電設施，更加能夠吸引用油車嘅車主轉用電動車。Now TV 記者鄧永琳報導。